混沌遇见梦境。原来我一直都是一个人，原来人人都是深情，原来命运都是被决定，原来缘分是要让爱被苦心。最爱人的心中 ，Sing without you, I sing without you。当年老夫看你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的勇气，敬重你是条汉子。老夫今日就要彻底粉碎你这个所谓的武林神武化！你的武功已经被废，怎么还有内力？有内力更好。老夫今日就以真正的实力，叫你跪得心服口服。万剑归宗！这不是万剑归宗，无名何处学来的？你们先走，这里由我来处理。无名，万剑归宗果然厉害，但一招不足以击败老夫，咱们来一决高下。原来你是强弩之末，根本是在虚张声势，受死吧！前辈，林师兄，你们先走，我来阻敌。走，快走啊！你终于落到本少爷的手里，我会好好伺候你，让你不虚此行的。还挺能忍嘛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哼，脾气还挺犟，不过这只是前奏，好戏还在后头。等你尝过转轮行军的滋味之后，我不信你不求饶。哼，现在就让你尝尝转轮行军的滋味。药水会进入你的伤口，慢慢侵蚀你的五脏六腑，你就慢慢享受吧。我看你有多能！
怎么样，转轮的滋味不错吧？我今天就是要让你的五脏六腑都浸到水里。前辈，你刚射出那2道紫气，是否就是吸进绝无神的杀拳紫气？我刚刚使用的万剑归宗剑冲废血心法调息疗伤。剑冲废血是用于遇到危急时可以错敌自保，以便吸取外人的功力贯通自身的废血，也可以自行疗伤。但是，一旦吸取回来的功力用过之后，剩余的必须要立即排出，否则一定会伤到自己。原来如此，前辈这次遇袭可说是因祸得福，还可趁此机会疗伤。拜绝无神之赐，我现在伤好多了。那太好了。未必是好。我使用过剑冲废血之后，感觉体内有很大的变化。好像缺了一个洞，需要很多气来填补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。就算有后遗症，以前辈你那武功修为，我相信可以转危为安的。江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重重的险窟，不需要去冒未知的危险。好在剑冲废血是万剑归宗的内家功夫，他必须自废武功才能修炼，所以不适合你。也没有必要担此风险。前辈的意思是，万剑归宗分外家功与内家功。外家功夫指的是万剑归宗的剑法，我决定把它传授于你。这怎么行？晚辈并非前辈之徒。若前辈要传，应该传给剑臣才对。剑臣武功底子没你好，悟性也没你高。如果传给他，他也无法体会万剑归宗各中的奥妙，更谈不上拯救苍生。拯救苍生？我已经想得很清楚，万剑归宗配合已开封的绝世好剑，应该可以破解绝无神的金身不灭，这样我们就更有机会打败他。万剑归宗是万剑之源，也是众多剑手梦寐以求的无上绝招。此招一出，无人无物可挡。我现在伤势未愈，无法运用自如。如果现在找绝无神决战，只是送死。所以我希望你代行公义。晚辈纵然学成万剑归宗，也没有必胜的把握。我不是说过，无论如何你不能放弃希望，一定要设法打败绝无神。你现在犹豫不决，是不是因为你害怕？自出生以来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我知道你不是害怕，你只是顾虑到剑臣的感觉。放心吧，他不会介意的，他一定会赞成我这种做法。
真是急死人了。他们不是约好了昨晚去救人的吗？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？难道是营救失败，不幸被抓了？放心了，昨天下午聂风还飞鸽传书，说万事就绪，他们一定会成功的。风被抓了。别光看，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信是云传回来的，他说无名前辈已经救出来了，可是无名前辈受重伤，他只好就近在凌云窟里让他养伤，所以他暂时回不来了。那聂风呢？他策划救人反而被抓呀！风师弟留下来阻敌，不幸被抓。云是后来潜回无神绝宫以后，抓住一名鬼差罗才问出来的。云现在必须保护无名前辈，所以他想请您去救风大哥。想不到还是用上我了。我原来以为他们让我留守是过分小心了，想不到竟留对了，留得有先见之明。我现在就去。周叔叔，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救风？楚楚有孕在身，需要人照顾，你在家陪她。我不需要照顾，不用陪我。不，周叔叔说的对，我应该留下来照顾你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去探探情况，一会儿回来跟你们商议如何救人，好吗？好。别对我说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。无名居然用万剑归宗反扑，万剑归宗的剑谱明明在为父的手里，他从何学来？爹，孩儿该死，是孩儿从密室中取出万剑归宗给无名看，无名才有机会学得万剑归宗。你居然敢暗助外人！孩儿不敢，孩儿想利用无名鉴定万剑归宗的真伪，然后再向爹报告，没想到一时不察，反被无名欺骗。是啊，爹，我亲耳听到无名说万剑归宗是假的，谁知道他竟然偷学，真是狡猾。你也知道这件事，你跟你哥哥同谋。不，弟弟只是撞见我拿万剑归宗给无名看，当时他也不赞成我这么做。你不赞成，为什么不阻止呢？哥也是一番好心啊，想借无名解开万剑归宗真伪，让爹不再为此困惑。那无名鉴定的结果，你为何没有跟我报告？假使鉴定结果是真的，孩儿当然要向爹报告这个好消息。但无名说是假的，向爹报告似乎没什么意义，所以孩儿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爹说。就在犹豫之际，变故就发生了。当真？假使有好消息，你当真会来跟我报告，而不是像无名一样偷偷的练。爹明察，孩儿就算向天借歹，也不敢大逆不道违背爹。不敢！你的不敢已经坏了我大事。要是你敢，我无神绝功不就翻了天？孩儿知罪，都是孩儿处事不当，才造成无名等人脱逃，请爹责罚。罚你有什么用？罚你又能挽回什么？这次饶过你，下次你要是再未经我同意自作主张，我就杀无赦。谢谢爹。
凤儿，你受苦了，你全身都是伤，一定很痛。不要不理娘。娘害怕的事情，终究还是发生了。看到天儿这样折磨你，见到你们手足相残，娘真的好伤心，好伤心。会手足相残，是谁造成的？你现在伤心有什么用？是我，是娘对不起你。这一切都是娘造成的，要怪你就怪娘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娘甘愿代替你受这种苦。代替不了，心里的痛是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。你走吧，万一被觉悟神发现你来这里，对你不好。凤儿，你是在关心娘吗？你别乱想，我只是不希望有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。好，娘立刻就走。我保证，我会回来的。娘一定要带你离开这里，你一定要撑下去，等娘给你好消息，啊！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茶，而是欢乐。有心享受，才会有欢乐。此时此刻，我找不到你的心，你的心已经被烦恼给埋住了。美人真是观察入微，你倒说说看，埋入我心的烦恼是什么？是另一颗心。正是另一颗心，决心。我总觉得，决心将万剑归宗给无名看的理由，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光明正大。决心是你的亲生儿子，又是你的得力助手，难道你会怀疑他会背叛你？他辅助我的实力不用怀疑，但事情一件一件的成功，他的心也一天天的长大。我恐怕稍有疏忽，他就会有所差池。我必须在天儿杀了风儿之前把他救出来。可是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流，哪有办法救他？
姨娘，你雅兴不浅啊，竟有兴致跑去参观刑牢。我听说你爹一直想要抓的聂风终于抓到了，就好奇去看看，应该没妨碍到谁吧？当然没有，还是等在这里，只是想向姨娘道声恭喜，恭喜姨娘和聂风母子相认。不过爹恐怕不喜欢听到这件喜事啊。决心，你想怎么样？哎，我的好姨娘，我想和你谈一宗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跟聂风的关系，我可以装作不知道，甚至我还可以帮你救聂风。那我该怎么做？哼，时候未到，时候到了。我自然会向你讨回这个人情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。我现在的伤还没有全好，所以不能反复传授，只能将万剑归宗使一次。你能悟得多少，那就要看你的资质和造化。为了神州的苍生，我希望你能够尽力学。吃吧，快吃啊！你可不能饿死，本少爷还要留着你的命继续玩的呢。哼，本少爷的好意，你竟敢不领情！吃，你给我吃，你吃啊！你走吧。多谢大舅，请恩公尊姓大名。你快走。有人劫牢啊！聂风，放好好刑牢不待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不想伤你，你别逼我出手。嘿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身上的伤可全是本少爷所赐。哼，这点伤还算不了什么，对付你还是绰绰有余呢。口说无凭，要试过才知道。
混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啊！聂风，你身上的伤是不是这个坏小子给你弄的？啊，你说我是不是把他弄个面目全非、稀巴烂，还是一刀把他杀了？嗯，前辈，看他年轻，放了他吧。啊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嗯。是侄女儿，快出来哦！风，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浑身是血？这么多伤啊？没事，只是皮外伤而已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加上是侄女的关心跟爱心，你很快就会好的了。别站在这儿了，快进去上药吧。走。不是说过叫你别难过吗？你怎么不听话呢？我也想听你的话，可是一想到你被人一刀一刀的折磨，我的心就很痛。可是看你落泪，我的心更痛啊！绝无神的杀权无人能敌，消灭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往后会有更多的危险等着我。你如果不坚强一点，我怎么能安心去对付绝无神呢？我也一直觉得自己好坚强，可以坦然面对生离死别。可是经过这一次，我才知道，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万一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别乱讲，就算我死了，你也要活下去，就当为了我而活。独活的滋味比死还要难受，我不要一个人孤孤单单的。你不会是一个人的，我会一直都陪着你，在你的心中永远陪着你。哎，是侄女，人已经平安回来了，你还哭什么？朱叔叔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救风脱险。是啊，多亏了朱前辈及时出现替我解围，又一路照顾我，否则我就算有命也没力气回来了。一个道谢，一个附和，别人叫夫唱妇随，你们叫妇唱夫随啊！朱叔叔，人家是正经的谢谢你，你干嘛要乱说话？哎呀，我是很正经的，我这个人讲话向来很正经的。其实啊，我也没帮什么大忙。昨天我正要前进无声绝宫啊，已经有人将聂风救出来了。你要谢的人应该是另外一个人。什么？救风的是另外一个人？哎，聂风啊，救你出刑牢的人可能是谁？你想到没有？那个人可能是我娘派来的。啊，你娘？凤儿，逃吧，能逃多远就逃多远，千万别再给抓回来。天儿，怎么了？谁惹你不高兴啊？告诉娘，娘替你做主。聂风惹我，朱黄惹我，最可恨的是那个劫狱救走聂风的人。下次让我抓到他，我一定把他千刀万剐。天儿，其实什么？
其实，你整天在外面跟人家打打杀杀的，娘很怕你会有危险。娘，其实你一点都不用担心，那些所谓的中原高手，降的降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根本不堪一击。该怕的应该是他们，尤其是那个聂风。下一次我一定像踩死蚂蚁一样把他踩死，最好别落在我手里。别对我说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。在这儿看了一晚上的月亮，月亮里边会有什么呢？宁静，令人心神安定的宁静。可是你一点都没有受到月亮的感染，你的心一点都不宁静。你说的对，一想到我娘和那个绝天，我的心就无法平静。我都不知道下次遇到他们时，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们。我明白，无论冲突多么的激烈，亲情总归是难以割舍的。不过，得放开时且放开。如果一直陷在烦恼之中，只会让自己看不清楚问题，理不出解决之道啊。亲情难舍，可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利益，为了不让阴谋者诡计得逞，残害无辜，难舍也得舍。世上再厉害的武功，也有它的弱点。绝无神的不灭金身，必定有可以破解他的死门。那不灭金身的死门会是在哪里？这正是你要研究的地方，而且答案必须自己去找。下次再遇到绝无神，我一定不会和他硬拼，一定会先试探他的虚实，仔细的观察。很好，对付绝无神，不但需要很大的勇气，而且需要更高的智慧。硬拼只会增加伤亡，对大局无益。所以必须找到绝无神的死门，才可以彻底的消灭他。前辈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。我知道你可以完成使命，只是现在你的力量还不够。想要争取时间找出绝无神的死门，恐怕办不到。前辈是指我初学乍练，还没能够灵活地运用万剑归宗，而难以对抗杀权。只怕我还没有找出死门之前，就被绝无神所杀吗？不是这样，你的悟性极高，而且现在可以体会万剑归宗的奥妙，剑法也练得很纯熟。只是你现在的内力不够，短兵交战还可以，长久之战必定处于劣势，陷入被挨打的局面，到时候你就无余力观察。多谢前辈提醒。可是内力不足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，我只好放手一搏，尽力而为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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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总算找到你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楚楚告诉我的。我护送那些武林朋友避到安全的地方之后，就会断情去打听师傅的下落。楚楚姑娘，还要我转告你们。他说聂风已经平安无事，请你们不必替他担心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有事待会再说。你赶快赶去断情军找聂风，你们一定要设法阻止绝无神的阴谋。前辈，师傅这儿有我，你赶紧去吧。快去吧。
别乱跑，小心孩子。孩子说没关系，他知道我很高兴见到他父亲，还知道我等你等了很久。我只是出去办事，又不是不回来，你急什么？我不急，我只有这样紧紧抱着你的时候，我才觉得你是属于我的。我本来就属于你的，你尽管抱着我，一辈子不要放开。我知道，可是云是抓不住的，就算抓住了，我也不能这么自私啊。好了，风师弟和朱前辈都在等着你呢，他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。好了，现在风云相聚啊，而且布小子还学会了万剑归宗，该是给觉悟神一点颜色瞧瞧的时候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信心还是没决心呢？决心当然有，但信心嘛，还差那么一点点。哎，聂风啊，你干嘛灭自己威风啊？当然不是。云师兄学成万剑归宗，可喜可贺，但也只能确保自己全身而退而已，并不能真的克敌制胜。还有你呀，你们联手出击，克敌制胜的机会就大了。可是以我目前的武功，连绝无神的长子决心都打不过。我担心会拖累云师兄。拖累倒不至于，不过风师弟考虑的对，我们还没准备周全，不应该正面迎敌，应该先以静制动。绝无神武功高强，我们有10成的把握才能出手，要不然会打草惊蛇，增强他们的防备。难道我们就坐着等吗？啊，看着绝无神登位？当然不是，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就算明知会失败，我跟风师弟也要全力阻止。没错，不过离绝无神登位还有一段日子，我们好好想想，有没有办法再强化战力，以确保一击成功。哎，朱前辈，你有办法吗？我努力在想，努力在想。别对我说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，就云，你快过来，好像孩子在踢我呢。他现在还在踢吗？怎么听不到啊？笨蛋，你要靠上来听。云，听见了吗？到底听见了没有？我听见了，又清楚又有力。我们的孩子一定会非常的健康。你过来。我想回余家村去待产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永远不分开吗？就是为了永远不分开，所以我现在要暂时离开你。我不想让你为我分心，我想让你全力去对付绝无神。等你打败他以后，再来余家村接我跟孩子。那在余家村有人照顾你吗？有一位婶娘，她从小就很疼我，她会好好照顾我的，你放心吧。
什么时候出发？明天。我送你去。嗯。万一我……不，你不要再讲。云，你一定要回来，我跟孩子都会等你回来的。其实你真的用不着走。不，这样挺好，而且我也有人照顾，这样你就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帮助风和云，多一个人总算多一份力量。可是我还舍不得你哦。我也是，不过我想事情很快就会解决，到时候我们大家很快就会见面的。会的，大家很快就会见面的。嗯，那好，你们多保重。嗯。等等我，朱叔叔，我也去跟你们上街玩玩，顺便探探觉悟城的动静。好，走吧。好，走。女儿，爹回来了。爹终于找到一把配得上爹勇猛刀法的刀了！我爹回来了，风，快点，你快走！哎，为什么要走？你快走！啊！爹！啊，伯父！伯父！爹！让开！爹！不要伤害他，他是我朋友。天是透明的，因为雨慢慢的停了，因为风轻轻吹着，所以我想念你了。心是透明的，因为我不想隐藏了，因为决定爱你了，所以你别再怀疑了。Girl， 真爱你了，有你就无求了。若今后有选择，我仍是专一的。Girl， 真爱你了，拥有就无求了。若还有舍不得，就是